豆学台语，佮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43集，211条。iōng tsiú-that-á把这罐酒塞起来，他用酒瓶塞把这瓶酒塞起来。咱下面4字听选，咱第1字这字读做塔，徛关山看马烧塔的塔第2字这字嘛读做塔，第3字这字读做煞，煞片的煞，第4字读做餈，餈时间的餈。212条。Bīn-kin 问了淡，就是把毛巾沾溼下面4字要选，咱第1字读做温，余温的温，第2读做运，运豆油的运，第3字读做浸，第4字读做目。213条。麻糍粿土豆腐上好食，糈沾花生粉最可口。下面4字要选，咱第1字读做割，割连的割啦，就滚来滚去的意思。第2嘛读做割，第3读做运，第4字读做温。214条。妈妈炖补给我吃，就是妈妈炖煮补品给我吃咱下面4字要选，咱第1字这字读做炖啦炖，第2嘛是读做炖，第3字读做进步的进，第4字读做炖石头的炖215条。你提杉仔来小共门你提杉仔来共门小kīng一下你去拿杉木块来把门稍微撑一下咱下面4字要来选第1字这字读做kīng竞争的竞，第2嘛读做kīng，第3字读做共第4字读做kuàn，还是公kuàn就是老公园的公公员工门的公嘛，迄员工门就是迄圆的迄个门有花园内底有拢有迄种圆的迄种门古早好，感谢大家收听。